主后2025年6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突破境界的信仰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29-43节。彼得去逐所在访问，嘛访问踮伫犹太的信徒。伊伫遐拄着一个人，名叫做以利亚。这人半身不遂，已经倒床8年久。彼得对伊讲：“以利亚，耶稣基督甲你医好啦，起来整理家己的面床。”以利亚随时起来。所有住伫犹太甲沙伦的人，拢有看到，就信来归主。伫约帕有一个女信徒，名叫做大比代，希腊语是道家，伊有做真侪好事，真济善车人。伊破病死去，人洗伊的尸体了后，甲伊下伫楼顶的房间。因为犹太离约帕无远，门徒听到彼得伫遐，就找2个人去遐，求伊讲：“请你赶紧来阮遮。”彼得就起来，甲因做伙去。伊一个到位，有人带伊去楼顶的房间，所有的寡妇拢围伫彼得的身边啼哭，摕道家生前做的内衫、外衫互伊看。彼得叫大家拢出去，就跪落去祈祷，然后活过去对尸体讲：“大比代，起来！”道家目睭铁开，看到彼得就起来坐。彼得伸手甲伊扶起来，后来叫遐个信徒甲寡妇拢入来，互搁活起来的道家甲因见面。这个消息传遍约帕，就真侪人来信主。彼得伫约帕一个番皮师傅西门的厝住真侪日。突破境界的信仰。路加用2个故事来传达耶稣的救恩，拍破传统界线，建立用听做核心的信仰群体。当当时社会弱势者往往受忽视，耶稣却竞选因，借着安尼彰显伊的能力和恩典，互搁较侪人来相信伊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以利亚，伊的身体半身不遂，已经伫面床顶倒8年久。想象一下，对一个长期倒病伫床、生活无法度自理的人来讲，每一日拢是挑战，因为伊无法度亲像正常人共款工作和生活。对社会的眼光来看，一个身躯无法度自主的人，若亲像毫无价值，甚至可能受排斥和忽视。总是彼得拄着以利亚，却对伊讲：“以利亚，耶稣基督甲你医好啦，起来，整理家己的面床。”彼得这句话是一个充满力量的宣告。以利亚听到了后，随时起来，若身躯得治愈，性命阁得到顶头生。以利亚得到医治，见证耶稣基督是救主，当地人看见伊就拢归信主。第二个故事主角是大比代，迄个话叫道家，伊是一位为社会中的弱势寡妇提供帮衬的女门徒。伫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，大比代的作为伫当时可能受看做是无寻常，
或是被蔑视，总是耶稣却拣选伊，互伊诚做照顾遐个贫困寡妇的人。大美大的疼心和行动，诚侪遮个妇女的倚靠甲希望，总是大美大却破病，最后死去。这对遐个依赖伊的贫穷寡妇来讲，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大美大的死亡，意味遮个寡妇失去唯一的支持和希望。后来，彼得受门徒邀请来到大美大的家，一入房间就吩咐众人出去，搁跪落来祈祷。彼得对大美大的遗体讲：“大美大起来！”奇迹发生了，大美大对死搁活，踢开目睭，看见彼得就坐起来。大美大会搁活，见证耶稣是掌管性命的主，是怜惜善享寡妇的主。伊绝袂放下任何伊所疼的人。大美大搁活的消息传遍当地，也互搁较侪的人信主。路加用这两个故事，清楚表达救恩的真谛。主耶稣呼召遐个受社会排斥、忽视的人，来诚做大使命的见证人。耶稣打破当当时的宗教甲社会规范，建立用疼和恩典做核心的信仰群体。伫即个新的信仰群体中，无论是软弱的半身不遂者，也是微细的女门徒，拢受赋予新的生命甲使命。耶稣的救恩是普及万民的，伊的疼是无条件的。信仰无搁再是遵循规范和传统，反正是借着疼、恩典和信心，行向每一个受遗忘的角落，带来生命的更新。默想，我是毋是看到主的恩典，毋单单伫强者和有能力的人身上，搁伫每一个受社会忽视、处点困境中的人身上咧？我是毋是看到主的恩典，毋单单伫强者和有能力的人身上，搁伫每一个受社会忽视、处点困境中的人身上咧？咱来祈祷，无条件疼人的上帝，感谢你打破世俗的界限，互你的疼甲恩典临到每一个人，也感谢你拣选我，互我有机会诚做有价值的人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